論語孔子話：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啊！講嘅係人道裏邊忠恕之道嘅恕道，恕係寬恕個恕啊！四書集注啊，朱熹注解啊，佢話係推己及物，亦即係話孔子講嘅嘢咧係包括埋推己及人啊，正所謂待人如己，將心比己啊！聖經路加福音咧，耶穌都話：遇人點對你，就睇你點對人。天主教嘅牧靈聖經啊，注解呢段聖經話：孔子有相同的說法，只是採用了相反的語氣啊！亦即係話耶穌孔子講嘅嘢係完全一樣嘅。注解得真係好啦。唔知點解今日嗰啲傳道人啊，傳下咧，就竟然將經文解咗做己所欲施於人。佢哋仲話孔子施於人即係勿施於人，就太過消極啦。我哋耶穌就唔同咯，同人分享更上一層樓啊！除咗有意冇意咁滿足一下自己嗰種好勝嘅癖好之外咧，事實完全唔係耶穌講呢番說話嘅本意嚟嘅。喂，你吹笛走晒音啊！今日越嚟越少人喜歡聽耶穌之笛，都唔係冇原因噶。關於呢個施於人嘅咁有趣嘅話題咧，下回再講。